海主城區呢個國企嘅發展商啊，居然俾你15萬嘅房補啊，而且咧係現樓現剩129平方做到4+1房啊，15,000蚊嘅單價你就可以直接攞低啦，而且樓下咧非常方便，有8萬平方嘅商業街啊，而且呢個國企嘅總部都位於呢度，129平方可以睇下呢個空間感非常唔錯，做到飛機互認互不干擾啊！一齊嚟睇下4+1房嘅+1房究竟喺邊度呢？就係門口呢個啊，可以作為陽光房啊，或者係可以作為一個小小嘅陽台，平時可以喺呢度飲下咖啡，非常之寫意啊！呢啲儲物櫃啊，中央冷氣都係交付標準，廚房咧就位於呢度啦。可以見得到嘅所有嘅都係所見即所得，帶有品牌嘅呢啲廚房3件套啊，你嘅主人房啊，同埋你屋企嘅仔仔女女房啊，就位於呢度啦。而且而家發展商俾埋你15萬嘅房補啊，真係從來都唔夠膽諗咁樣嘅嘢，5分鐘都可以去到山姆會員店，1公里去到香山湖公園啊！小學、幼稚園、中學全部喺屋企樓下行路就可以去得到啦。現樓現剩，唔使再擔心有爛尾嘅風險啊！15000蚊珠海主城區呢個現樓129平方4+1房，咁感興趣嘅朋友咧，或者係想過嚟睇一下樓嘅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 Follow me 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。